開心啊！頭先學咗好多嘢啊，即係我開發咗好多智慧啊。咁你頭先講得好好啦，就係話你又有西方嗰種領袖啊、商業嘅理智嗰方面，又加埋喺阿霍教授嗰度學到一啲中國嘅傳統啊、中國人做人嘅學問智慧啊、品德啊、性情之學兩者結合，然之後你就有間公司叫 1% Lab 係咪？咁可唔可以俾我知道多啲關於你公司啊，同埋你點樣創立？其實咧，呢個公司嘅成立咧，就喺2008年。我有系統成立嘅原因咧，就係當時有一個疫源，我有一個場大病。大病嗰陣時咧，我嗰陣時喺中東，我有6個月咧講唔到嘢。咁我哋做嘅工作，我要去到好多開會、交流、溝通、談判，講唔到嘢，基本上就係要靜翻落嚟。咁6個月靜翻落嚟嗰陣時，我就瘦咗大約係30磅，就20-30磅。咁我唔知會唔會有癌症啊 ？check 好多嘢啊 ，check 唔到有咩問題啊？原來係成個生活嘅倒轉。我嗰陣時95%係出差嘅。咁我人係喺中東啦，跟住美國啦、歐洲啦、亞洲啦，我基本上不斷咁飛來飛去。咁講唔到嘢，或者係聲完全講唔到。咁媽媽就叫我一定打俾佢。咁佢就話佢叫我阿杜，無論你而家喺邊度，一定要翻屋企。咁我就從嗰陣時諗，咁可能要準備離職養病。咁公司都好好，唔使你離職，咁你病，咁我準備翻香港。翻香港嘅過程當中，我就不斷思考。咁我人生我做咗咁多年嘢啦，我下半生係做啲乜嘢咧？咁嗰個係 1% 咧思考，就喺2008年我成立註冊公司。咁原來我發覺我自己嘅一生咧，最唔能夠放低嘅咧，就係人哋幫過我嘅嘢。即係我當時年青讀書亦都唔係好好。咁我既然能夠做到呢個水平，我有冇機會可以幫翻人咧？咁所以嗰度就開始有系統地成立一間公司，我哋叫做管理顧問。當時嘅諗法就係我咁多經驗，我用管理顧問嘅公司去改變年輕人嘅命運。咁所以我哋有四個領域，一個資訊、知識、智慧同看見未來。我哋以焦點當時嘅源頭嘅初心咧，就改變年輕人嘅命運。因為年輕人嘅命運，香港嘅年輕人嘅命運已經係被改變。咁就冇可能做翻我以前嘅嘢，咁所以我就用呢個初心去成立 1% 咧，咁就係純用企業嘅方法去做。咁所以我哋3個目的，第一個就係賺錢啦。我哋唔係慈善機構，我哋係首先係一個可以實事求是可以教到人嘅一個企業，所謂一個 earning。第二就係 learning 同埋 meaning。開頭就對應在校嘅學生，同埋中小企嘅 CEO，同埋在職人士，咁就喺香港開始做。咁就係緣分，亦都好奇怪。我2012年，咁當時大家要記住，我永遠都係同時做三樣嘢嘅。唔止啦，你點知？唔止，所以我第一就係全職工作先有錢。咁啊，我係受阿胡孝監影響嘅。佢係全職工作，先做大律師，先可以俾錢樹人啊嘛。咁我又全職工作。跟住就全職又創業，咁啊全職又教書，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可以變咗有輸入有輸出咧，同時可以做。因為我當自己係一個學生嚟嘅，咁我做一個學生，我讀咗嘅嘢，我有方法去輸出，咁 1% 咧就俾我一個好輸出嘅機會。咁呢個我研究咗咁耐，呢個先係我哋叫做中國學問嘅真諦。咁所以我就開始就係 1%。咁就問自己人生有幾多個 1%？原來人生改變自己命運有幾次嘅，我自己嘅體會。第一個就係用知識改變自己嘅命運，先能夠識字，然後就第一個1%啦。第二個改變自己嘅命運，通常就係人修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咁就1,000,000,000咯。因為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好唔容易嘅喎。如果你生活喺一個非常困難嘅地方，屋企又都係窮，朋友嘅關係，咁如果唔係你就唔能夠打上去較為主流啊、高層啊，咁喺內外啊、文化嘅溝通啊，你都係關係。第二個 1%，第三個 1% 咧，
或者係第三個 1% 咧，就係你個德性嘅啟發，就唔係話就唔係喺局限喺自己嘅識嘅人嘅關係，咁我哋叫造福社會嘅心。第三個 1%，第四個 1% 咧就係回歸，即係用阿霍教授嚟講交代，你對歷史嘅交代，對下一輩嘅人交代。咁我咪由第一個 1% 幸運地有知識、有學歷、有專業，過到去第二個 1%，過到係第三個 1%，過到去我呢個年紀啦。咁我就係第四個 1%。圓滿喎！唔係好圓滿，最主要就係我哋喺中國學問嚟講，我哋叫修身齊家治企平天下啊嘛。其實嗰個唔係圓滿，嗰個係一個成長咧，一個過程，係一個追求，向前邊嘅追求，係唔可以停，亦都唔能夠停，因為一停咧，反而就係其實係一退步，反而就係一個如果以唐先生求學問嘅心嚟講咧，其實就係如果你以學問嘅心去處理咧，你就自動會有呢個追求。所以點解中國學問或者霍教授成日講，你係咩人就做咩事，係冇得半點強求。咁你自己問翻自己，你係咩人做咩事？咁我呢個人我就想做呢件事，所以我咪成立間公司，我用咁嘅方法去做，亦都配合翻而家呢個大形勢。咁所以有2008年嗰陣時，當時我啲朋友唔係好明白我點解成立，佢而家就開始明白啦。咁我哋而家亦都用打教研投創藝嘅方法，亦都培養咗好多顧問。咁大家會更加睇到我哋好多產品出嚟啦。咩叫打呢？所有事情係打出嚟嘅。咁教呢就喺中國學校啊，通過唔同嘅方式去教大家。研呢就係每一樣嘢我都要研發佢個學問嘅根據，有根有據。佢上游嘅學問根據係點樣啊？我哋嘅宏觀係行業啊、企業啊、專業啊，全部係要串連晒一齊，成個產業鏈啊，咁你先能夠落地啊嘛。咁所以一定要研究，用學問嘅心去研究，咁唔係純粹學術。所以我係走出學術，因為我唔中意用以學術去限制。因為而家呢個2025年，或者我成立 1% 呢個2008年，大家都知道學術係無力嘅。咁你一定係要喺走出個社會，亦都係霍教授講第三代嘅新儒家做乜嘢？13個新儒家唔能夠喺個學院入邊。咁霍教授都遞出嚟啦，第三代係霍教授啦。咁我哋呢啲更加啦，更加已經去到2008、2025年全球化已經打到嚟啦喎。你點可能用翻舊嘅方式呢？唔可以用翻舊嘅方式，我哋叫做 form and substance。你唔可以用翻舊嘅形式，一定係要回應時代嘅形式。回應時代嘅形式就係要反本開新，回應時代，跟住能夠成長到個人，然後跟住令到一個家庭亦都係能夠齊家。咁所以修身係一種領袖學，呢個就係修心之學。齊家又得個領袖學，齊家就係家以情做中心，家係互相成全。咁所以我哋都用一個比較大家會聽得懂嘅咩叫三成三生啊？人要追求咩啊？人追求唔能夠離開成功、成長同成全嘛。人又都唔能夠離開三生喎，咩啊？生存啊嘛，生活啊嘛，生命啊嘛。咁所以我就用呢個大家可能好容易聽得懂嘅，亦都係日日都諗到。咁你就要人嘅質素不斷咁提升。咁所以點解你去到邊度你就做到乜嘢嘅位置？咁所以就更加好如實明白中西學問其實唔係一個矛盾關係咯。係互相，即係好似中醫同西醫，其實係有互補嘅關係。咁所以而家又是已經全球化啦。大家所以我就開出一個新學問嘅名詞，就係連貫由呢個熊十力開始，體相不異。然後跟住就係去到唐先生心靈九境體相用，嚟到我嗰度就係一體多相萬用。因為體本身係冇中西之分，有中西之分就係相啦。咁所以相就有好多個相嘅，好多個相。用咧就係要依相而起用。相如果我哋喺現代人嘅語言嚟講，就係個 situation。你喺唔同嘅鏡頭、唔同嘅現象、唔同嘅情況之下，就有唔同嘅相。咁你唔可以着相。佛學或者成日提醒人哋唔可以着相，因為你通過相去體會個體啫。即係相就係我哋嘅手指啫。好多人就係以手代月。咁你就所以個月亮係
或者我哋自己嘅主體又好，或者係一樣嘢嘅意義好，本質只能夠體會，而不能看見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眼耳鼻舌身要關閉，你嘅心打開先能夠體會個本質。咁所以一體多相，萬用啦，更加啦。我頭先話用，就算好 AI 之用，AI 係信息嚟嘅，係一維嚟嘅；知識之用係二維嚟嘅，然後三維人性，四維易經就係3、4、5、6，佢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歷史就係承載喺5維、6維之中。咁所以你翻到5維、6維之中，等於我父母已經走咗啦，或者唐先生走咗，霍教授走，佢其實佢存在喺個歷史嘅智慧嘅數據庫裏邊。不過呢個數據庫就唔係普通我哋1維、2維嘅數據庫，就喺個高維嘅情況之下，你有啟悟嗰陣時，你就去神交，佢就影響到你。咁所以我用科學嘅方式，或者用簡單啲嘅語言，令到人哋明白。所以我哋喺教學易經嗰陣時，我哋都講1維、2維、3維、4維、5維、6維。大部分嘅人唔能夠學到嘅原因就係使咗喺個1維代碼嗰度，即係睇嘢好膚淺。用霍教授嘅語言就係平面人，咁所以霍教授講平面要立體，人要立己立人個立呢，起碼你做一個立體人，你不能立己，如何立人？不過我哋而家用嘅語言比較較為精準，加埋一啲英文，原來3維、4維、5維、6維，然後解釋，解釋易經，易經就係教導我哋原來第一就係要1維、2維就做事。3維、4維就係做人，5維、6維就係道啦。咁所以我哋做好多嘢要成事、做人，同埋要求道。求道之前要見道。咁所以就通啦。咁過去好多嘅書所講嘅嘢，用我哋現代人聽得到嘅語言，咁我就有呢個天分，用簡單嘅語言深入淺出去表達過去好深奧啲嘅智慧。咁所以用呢個方法，盡量去成全多啲嘅後邊啲人咯。阿 Ben Sir 點知有天分啊？咁多實戰經驗啊！你去咗40幾個國家，哇！管理幾多咩500強啊嘛？唉，我都唔知咧，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人。總之咧，聽啲學生講你就係超人啦，無所不能啦，即係家庭又掂啦，人性啊、親子啊、夫妻啊、企業培訓啊、個人成長，即係全包現一條龍服務。唔係，係啊，真係好犀利啊！其實呢啲係一啲誤解，其實亦都等於孔子，佢去到即係譬如話陳菜絕糧，其實唔係咁嘅。其實我用2句説話去不斷去提醒自己。第一句説話，我係出污泥而不染，見君子，即係話所有嘅學問係打出嚟嘅。你係冇出污泥，你就咁係會有蓮花嘅。咁你係冇經過呢啲嘅挑戰咧，其實嗰啲嘢都係假嘅啫。你係假花嚟嘅，好美嘅，好美好。咁出污泥而不染，見君子就係你嗰個係真係要實實在在係事上磨練，係做出嚟嘅。做出嚟你先有自信，自信為道，自大為器。你冇做過嘅就好自大，其實你做過，你知道每一件簡單，每一件事都唔簡單，就唔會自大啦。第二句説話亦都係我過去咁多年嘅經驗啦。九死一生，正樹人。你冇經過九死一生，你唔會明白力行近乎人。我哋3句説話啊嘛，知恥就近乎勇啊嘛，好學就近乎知，力行先近乎人。因為你講來講去好容易嘅啫，你做咧，所以點解霍教授要佩服霍教授？佢唔會停留咗喺書院，佢要做出嚟，佢將個事業要做出嚟，將個學問顯現出嚟，就係知行合一。咁所以變咗我只係做到自己認為想做、應做、能做嘅嘢啫。咁做得幾多就做幾多，唔係講到你講到好似好犀利，唔係，絕對唔係。唔係㗎，我覺得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。你知唔知大把人都有好多艱辛嘅童年啊，好坎坷嘅嘢，但係佢讀書好叻啊，或者點都好，佢都未必好似你咁樣教育咗咁多啲人才啊，尤其年輕人啦，同埋自己創立個公司啦，有4個方向啦。哇！真係我今日真係大開眼界啦，即係我都識唔少叻人㗎。其實來來去一句話啫，來來去一句話。我真係佩服你啊！唔需要佩服，來來去就係一個不忍之心。所有嘅動力，好多人問我，其實就不忍之心。
嗯，其實諗翻呢個不忍之心，你就會做㗎啦。係。咁所以點解用我自己嘅父母，亦都反證翻中國文化嘅生命？我媽媽係未讀過一日書嘅，但係佢可以教我。呢個係咯。我爸爸亦都係好少同佢接觸，因為好努力去做嘢，但係佢係一個好負責任嘅人。生性，我覺得你哋真係好細個已經真係。所以艱辛嘅環境唔代表唔好咯，真係。艱辛嘅環境唔係代表唔好，不但止少年係一定係要通過苦練，亦都係我哋易經講嘅乾卦建立理想，坤卦就感受成全，屯卦建立能力，喺痛苦中建立根據地，建立能力，所以唔能夠離開屯卦。你冇屯卦，遇到更加叻嘅老師就係蒙卦，係冇用嘅。咁現代人點解會好難學習？就係大家都認為生活可以好順，老師嚟求我，佢唔明白一定係乾卦建立理想喺少年，坤卦明白所有嘢都係要互相成全，跟住喺痛苦中見到咩都唔容易，萬事起頭難，乜嘢都唔容易。喺屯門喺西北食西北風先，食咗西北風先可以，真係俾你遇到老師，你先會體會到珍惜呢個老師珍惜，你先會努力去求佢99%去追佢。老師俾1%，呢個就係禪宗。當你要俾人打，都願俾人打，因為你先會珍惜，你先會學到真正嘅智慧。但係嗱，即係咁講咧，而家一般嗰啲後生仔真係唔係好似你同我啦，我哋嗰代都係捱出嚟，佢哋都係要求啦，要政府資助啊，所以要父母點解幫啊我哋中國文化教我哋就係如果現實去睇咧，而家係冇希望嘅。係咯。所以中國文化教我哋好奇怪，不可為而為之，就唔係話可為而為之，嗰啲就係商業思維啦。其實係你頭先講嘅嘢，現代人嘅質素㗎，咁所以個質素係不斷跌得好緊要。咁不可為啦，咁自己不可為，你都睇翻自己嘅仔女又不可為咩？你可以接受咩？唔可以接受啊！所以點解不忍之情就係咁嚟啊？你唔可以接受就不忍啦，不忍你就要做啦，不可為而為之你就破局啦。破局從邊個開始做起啊？你自己開始做啦，做咗一個自己啦，跟住做多兩個啦，三個，所以永遠都唔係以量去睇嘅。世界上只有一個孫中山，係如果世界上亦都係只有一個孔子，咁你要求自己其實唔係要求別人。所以中國學問點解一定冇壓力嘅？當你要求別人，你就好大壓力。但係你要求自己，要自己成長自己啫嘛，有乜壓力啊？冇壓力嘅。推動力啫。所以佛教成日都提醒我一句説話，亦都好重要。我亦都親證，一切都在內，完全不在外，如何不可能？咁所以人嘅質素調整都係調整自己內在，咁就係內在嘅氣質變化。咁就係顯現咗喺外在，咁你就做到咯，關就過咯。所以中國學問都係過關嘅學問。嗰啲管理學、領袖學就過關學問。點解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啊？就佢件事唔喺外邊啊嘛，就亦都係愚公移山啊嘛。點解你做唔到啊？係你自己唔夠啊嘛。咁所以就將個問題對正啦，對正唔外，原來自己學問唔夠、知識唔夠、朋友唔夠、人脈唔夠、自己德性唔夠、讀書唔夠，你話全部原來係自己問題，咁啊搞掂啦。搞掂嘅意思即係對正咗個問題啦。當你知道個問題，其實嗰個就唔係一個問題，但係你最大嘅問題就係你認為冇問題，有大問題。係啊，我哋成日都講啊，身心靈就話外面就係自己裡面嘅投射啊嘛，即係佛教都講啦，萬法唯識，係我哋講創造噶嘛，即係出邊咧唔好賴人啦，喺你自己裡面係啱嘅。咁所以真係我學咗好多嘢。嗱講真啦，我細個都好艱難㗎，但係點我好唔可以成才咧？梗係同自己有關啦。我早啲識阿 Ben Sir 就好啦。